今朝我到广兴馆为赖宝宝一来也是一顿火锅，赖宝宝吃高个，不要吃重庆火锅。好，那么我再给一杯比较熟悉的酒子啊。那么赖宝宝刚刚等些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我，我基本上已经猜脸上我的。那我们开始吧，音乐起。好，辛苦赖宝宝来了。哎呀，那是单子。你等下，哎，赖宝宝你看，哎，你谁知帮我领个啥汉子啊？哎，你猜猜看呢？杨老师啊，蛮聪明的，聪明的，不一下子就猜到这，哎，还没得差的，香得来的口感呢，是个野菜的，哎，这里的野菜的，差的香得来的口感。好，这个，好的，香得不得了，赖宝宝你还能吃那个？我分一个，吃个，哎，一个。哦，热得不得了，好。哎，王老师，你非弄衣裳烤了呢？你刚才讲那个，我把那个纸巾呢发烤还是哈喽得了呢？现在这位不赖宝宝补啊，一个鸡柳子啊，我讲不来听，那个鸡柳子啊，鸡柳子搞得到，菜场像130-130一斤了。哦，还没说啊？肯定还没是。新鲜过啊？哎，哦，那鸡柳子门口也新鲜了。不新鲜的，打鸡柳子还吃啊？赖宝宝那个带上没得？我了寻鸡柳子啊，寻打鸡柳子不能去吃。哦。赖宝宝帮我加个鸡柳子啊，鸡柳子不要吃啊。哦，嫩啊！就酒子他家这个辣火锅那个锅底特别香。哦，再讲那个鸡柳子个香味太有味道在。不啊！哎，一张馒头我讲不来听王老师啊。一般性人家有种搿个就是火锅底里向个慢慢那个。哦。是没一张颜色看上去。颜色对才是哈。哎，搿个肯定的。哦。哎，来吃烤啊 ！OK， 来块毛肚啊。毛肚肯定要吃的，吃火锅吃辣锅一定要吃毛肚，哦，脆脆的嫩嫩的，太吃。来一块牛肉啊，能吃啊，能啊，那大面吧，对，来一块鸭血，我觉得鸭血是这个辣锅的精髓灵魂啊，一定要吃鸭血，非常好吃的辣锅。哦哟，能啊，马大命啊，来爸爸，能噶，能得不得了，马大命。你在这个了，然后快去吃。老板，你到底几只羊肉子了？洗五尺多啊？3只的。你到3只了？哎，今朝个猪膏，哎，这。哎，王老师，你口口还熟了？应该熟的哇，熟着了啊！咱们先吃。来，王主任拿。这个发大脸，这都不得了干。那个烫火锅这个。这个来不发，对晓得啊，哎，今天你还个吧，哪个？这他妈来不发不皮那个啊，对个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我和赖宝宝广兴馆吃了，反正我觉得那手嘴吃重庆火锅，我蛮推荐九子的，真的没还吃过，但真的吃得口气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